今天一定要給你們介紹一處超棒的居住之所——大埔白石角豪宅。我跟你們說，這個單位可太讓人驚豔了，足足有3086尺，還附帶1258尺的天台、33尺的梯屋以及491尺的車位，妥妥的豪華配置。屋內是4房3套，還加工人套房，空間寬敞又舒適，完全能滿足一家人的生活需求。這裡的住客會所設施那也是相當優質，有戶外和室內泳池，不管天晴下雨都能盡情享受游泳的樂趣。健身室裡設備齊全，讓你在家門口就能輕鬆鍛鍊，而且還有豐富的綠化康樂空間，大型中央草坪就像一片綠色的海洋，空氣清新又宜人。交通方面更是便利得沒話說，它位於創新路附近，有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，不管是去大學、沙田站還是九龍灣等地都十分方便。生活配套也相當完善，附近有商鋪和超級市場，日常購物輕鬆搞定。要是想休閒放鬆一下，白石角海濱長廊和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就在附近，隨時都能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下面我們可以欣賞一下天台海景，總共3層，這種大單位包你喜歡，快來私信我啦！